就在民進黨中央抽籤決定，台南將在14號進行初選民調即刻，立委陳廷輝13號一透早在議員周麗珍的陪同，選擇了以細漢助選上溫度的菜市仔來做最後衝刺，甲所有婆婆媽媽博感情，展現伊的親和力甲柔軟的身段。我是佇菜市仔出世，我7歲時陣爸爸助選，嘛是佇菜市仔。甚至我家己咧選舉，菜市仔互我上大感情甲溫度，所以今仔日最後這個時刻，廷輝來到咱金華菜市仔，就希望講會當甲着咱鄉親面對面直接，我要甲大家證明講，廷輝的以後是比別人較軟，因為咱會當聽着人民的聲音，但是廷輝會當徛37區510公里，這嘛代表着廷輝比別人更加堅持、更加勇敢、更加勇氣。陳廷輝表示，初選期間，伊堅持無攻擊，嘛將對手對伊的抹黑吞落去。不過，伊也是勇敢堅持，用鐵馬精神，用行動爭取效率，要來拼台南400棟來第一位女市長。婆婆媽媽都給我們很大的支持而且都給我們加油。就像我在騎鐵馬的時候，人講咱敢會忝，我說不會累，因為每個人都出來，從裡面跑出來，從車窗搖下來給我加油，就像現在一樣，大家有一個期待。其實婆婆媽媽給我的加油是，他們有一個期待，就希望台南愛有一個女性的市長，台南將來唔捌有的400棟來，我們有一個期待，有一個希望，有一個理想跟未來，就是台南要有一個女性的市長。陳廷輝並市長初選到最後，就是等14號之天，在暗時6點到10點半進行民調，15號中晝進前得公布結果。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。